歡迎光臨鑽石山站。以下係使用引導徑前往客務中心、入閘機、月台及屯馬線已付車費區域嘅路線指引。如要前往客務中心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五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客務中心。如要前往入閘機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到達入閘機。如選擇使用升降機前往黃埔或調景嶺方向之月台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位置拜後左轉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升降機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黃埔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調景嶺方向之月台。如選擇使用樓梯前往黃埔或調景嶺方向之月台，請於閣下現時身處位置後轉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二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四個分叉口左轉，然後前行至第六個分叉口左轉，再前行至第七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至第八個分叉口左轉，並前行至另一閘機。入閘後，沿引導徑前行至第一個分叉口右轉，再前行，便可到達通往月台之樓梯。到達月台後，左邊為往黃埔方向之月台，右邊為往調景嶺方向之月台。如要乘搭屯馬線，請於入閘後，沿引導徑一直前行至第三個分叉口右轉，然後前行，便可通往屯馬線已付車費區域。